好啊，現場氣氛真係非常之犀利啊！咁啊，俾大家睇下現場啦。咁啊，見到寫住嘉應高升18連勝嘅希望在內。咁啊，今屆啊，女王銀禧紀念盃。咁啊，嘉應高升，希望都可以締造歷史啊！仲有3分鐘。咁啊，睇翻賠率先啦。咁啊，見到咧就2搭6就做咗6格嘅，6搭9連贏位都做咗6格。位置 Q 方面，2搭4、6、7都做咗6格。咁而家最新2搭6都做咗6格，落到嚟213倍嘅連贏。睇翻而家賠率啦，咁都有啲變動嘅。7號合夥奔馳上翻去200倍，然後2號金鑽貴人51倍，3號驕陽明區就60倍。位置方面都冇變噶啦，冇乜變動，只係獨贏方面啫。然之後4號嘅鴻運帝王142倍，5號標之銀河176倍，而家轉咗啦。6號陽光勇士就174倍，7號合夥奔馳上翻214倍，8號手機標霸就落咗少少，而家就115倍。幾乎上每一隻馬都過百倍以上嘅，除咗金鑽貴人同埋驕陽明區。然之後9號嘅精算暴雪就165倍，10號包裝天象就150倍嘅獨贏。咁啊，大衛希斯買房就派咗一隻，就係嘉應高升，騎師啊潘頓。咁啊，都係見證歷史性時刻噶啦。嘉應高升18連勝在望，呢匹世界短途王，睇下可唔可以締造歷史。嗱，以我嘅角度嚟講就好大機會噶啦，因為都全熱門啊。今場賽事都應該係備受注目噶啦。咁啊，講翻少少連勝嘅資料先啦。喺香港方面呢，目前連勝最多嘅呢，就係精英大師所保持住嘅17連勝紀錄，由出道至今係由出道去到2005年嘅女王銀禧紀念盃，嘉應高升順利達成17連勝紀錄。呢啲嘅精英大師啊，唔係嘉應高升。嘉應高升就喺8週年紀念短途盃嗰度，今年啊平咗精英大師嘅17連勝紀錄。而喺今日2026年嘅女王銀禧紀念盃，馬匹將締造歷史，挑戰18連勝嘅希望。哇！一眾打氣團，大家都可以見到，真係犀利。一眾打氣團都入場支持嘉應高升啊！而家2搭6連贏落到嚟204倍，基本上賠率都冇一點變化噶啦，因為都係一眾短途街市。然之後就今屆將會有歷史性發生。馬匹都差唔多安排上入閘，但係施閘員就未到嗰個閘前嘅。見大家認住呢個黃眼罩，嘉應高升。咁啊，有啲馬都係行下嘅。好啦，2號金鑽貴人嘅位置啊，落到嚟18蚊，仲有6價。其餘嗰啲馬都冇乜點變動噶啦，只係位置啫。3號驕陽明區位置落到嚟19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呢場都係締造歷史噶啦。哇！2搭7位置啡燈啊，真係犀利。
見到一班打氣團都喺度啊，仲有一啲戴住嘉應高升嘅帽。2搭7都落到嚟385倍，最新2搭6落到嚟187倍啊！好啦，閘前嘅紅燈亦都已經亮起啦，嚟到今日最注目嘅一場賽事。歷史正在眼前，第8場一級賽1400米女王銀禧紀念杯，睇下嘉應高升可唔可以締造歷史，創下18連勝紀錄。見到合夥奔馳搞掂，鴻運帝王，仲有金鑽貴人喺邊呢？嘉應高升，好啦，位置落到嚟17蚊金鑽貴人，剩翻2隻、3隻啊！好啦，馬王嘉應高升。取眼就入喎，陽光勇士最後集係標誌銀河。嚟到第8場賽事，一級賽1400米女王銀禧紀念杯，見證歷史時刻啊！18連勝紀錄。好啦，起步嘅時候啦，前面快啲嘅馬呢，咪見到合夥奔馳啊！嘉應高升即刻擺喺前面先啊，埋變咗金鑽貴人啦，中間仲有呢隻驕陽明區啊，入邊位置咪見到有鴻運帝王，中間有呢隻合夥奔馳拍住外面嗰啲包裝天象啊。尾3位置精算部署，尾2位置陽光勇士，暫時殿後嘅馬匹都仲係嗰隻標誌銀河嚟噶。你前面咪大概7個馬喺度嘅啫。好啦，接近1000米段注嘅時候，前面帶頭合夥奔馳帶頭，呢隻嘉應高升第2位，手機標霸守咗上嚟第3，金鑽貴人守住第4啊。第5位中間位置呢，有呢一隻嘅驕陽明區啦，埋面仲有啲鴻運帝王啊。響佢外邊位置咪見到包裝天象，中間精算部署尾3尾2位置陽光勇士，暫時殿後馬匹仲係嗰啲標誌銀河嚟噶。好啦，過埋600轉彎入直路，前面合夥奔馳佔先，嘉應高升拍到上嚟咯，金鑽貴人守住個第3位，第4位就係呢隻手機標霸，響佢外邊包裝天象，埋面等緊位嘅馬有鴻運帝王，最出係陽光勇士，鬥到嚟最後300米，嘉應高升已經拋甩對手啦，金鑽貴人守住第2位，中間上有驕陽明區，外面上精算部署，最後100米21年之後紀錄在望，嘉應高升成功取得18連勝，成功終於超越精英大師所保持住嘅17連勝紀錄，成功係終於喺今日2026年2月22日成功拿下女王銀禧紀念杯，並蟬聯呢場賽事，亦都恭喜晒嘉應高升，終於喺21年後嘅今日，終於打破精英大師嘅17連勝，勇奪18連勝嘅紀錄。至於跑第2名嘅馬呢，就係嗰隻驕陽明區，第3名金鑽貴人標誌銀河影相，第5名先係精算部署。